来，翻到我们一起来念经。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比买的儿子巴比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来。”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为我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就是让你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阿门。就直接讲见证吗？见证的部分，那我们就请这个1919的组员在哪边呢？好 ，OK。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今天晚上我跟几位弟兄姐妹要来跟各位分享，就是在今年10月5号，我们有共同参与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就是由中华基督教救助协会所举办的救助挑战营。那在参与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分别有不同的看见还有得着，所以我们今晚我们会有几位参加的队员在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那首先呢，我这边先花点时间来为各位介绍，就是什么是救助挑战营。那在这之前呢，有了。好，那我先分享一句经文，就是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马书12章15节。那为什么要跟各位分享这句经文？那这句经文也是救助协会的核心信念。因为记得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救助挑战营是在前年，就2011年的时候。那我知道那时候只知道，我就是要骑单车，然后完成当天的这个挑战目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参加这个活动。那今年呢，因为我是接了这个侍奉组的组长，要负责召集我们教会的青年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有更深一层的了解跟认识。那由这句经文，我感受到，我们参加这个救助挑战也不单单只是说，为了要完成我们活动当天的这个目标而已，而是说借由这样的活动，我们希望能够我们来学习，来彼此能够互相了解，能够彼此分享，也能够互相来扶持、互相关怀，更可以借由这样的活动来帮助社会上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想这句经文就是期盼我们都能够来遵守这样的教导，来帮助这个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让我们都能够成为有爱心、能够关怀别人的基督徒。那由于我们认同主办单位这样的理念，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更多的青年能够来参与这项对自己、对他人都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活动。这字稍微有点小了一点。那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在台湾，目前有很多家庭，他是可能因为突然的一些变故，造成他失业或是有受伤，没有办法工作，顿时失去了这个经济来源。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符合我们这个政府他是那个补助的一个条件的时候呢，等于说他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正常管道，正是有一个公部门福利一个补助，所以呢就必须要有我们
这样的一个，就是借由像中华基督救助协会这样的一个机构呢，来另外用其他方式来帮助他们。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几个案例，就说就有这个补助的一些案例，他们接受补助的这些急难家庭他们的一些感动。那我们就请那个帮我们放一下这个影片。那我们今天看这个案子有意外伤害没有办法工作的，或是因为单亲因伤失骑摩托车，然后后来就摔断了肋骨，然后脸上的血骨也断掉，就肋骨断掉比较麻烦一点，就是工作就比较不能做，因为你动肋骨就会痛，对，然后也没有任何你说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可是他们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手，然后什么都说，就是那一种感动，让人家不知道怎么形容。那时候是车祸，去上学的途中车祸，那个时候就完全断了收入，很严重，就连走都没有办法走路。谢谢，因为有你们这样的帮忙，那我从本来快摔下去了，快爬不起来了，还可以再爬起来。对，因为你们的一双手把我拉了一把，把我拉。真的身体状况，先生就是进出医院，已经数不清楚了。还有3个小孩子要养呢，我本身也是子宫颈癌患者，所以那种压力你们或许没有办法去体会。至少我还有很多人爱我，那种爱是无私的爱。也谢谢你们，让我在这里度过难关。真的非常好，那我们这边看到其实只是很少数的几个案例哈。那我相信这样的案例其实，在你我周遭都经常发生，非常多这样的一个案例，也是因为这样社会上有许多这样的家庭需要我们来紧急给予一个协助，所以才会有1919这个爱走动这样的急难家庭救助计划的一个成立啊。好，那这个1919的意思就是要救的意思。那在这个计划里面，它包括了第一个是主要就是经济的援助，它是通过每个月5000块，连续4个月的一个资助，能够解决他们一个很紧急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需求。那另外除了金钱上的援助，但也需要心理上的一个援助，包括他的这个探访跟关怀。那我们参加的这个救助挑战营呢，这是就是为了要募集这个急难救助的基金所以所举办的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的一个宗旨就是说，它是一个没有冠军，然后没有竞争是一个互相扶持、坚持到底的一个户外活动就是它不是为了去比赛，它只是藉由这样的活动，让我们能够互相能够去做一个自我挑战，然后也可以来帮助到这些急难家庭因为我们藉由这样活动要去募集这个急难救助基金，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它这个活动的内容包括的就是有像骑单车健行、登山、定向这些主要是户外的体验，还有一些服务的活动。那他报名的资格就是就愿意来接受这样救助挑战的伙伴。那他一组是5位挑战者，然后加上2位的支援者。那像去年今年的话，我们是总共有超过了，他本来是预期只有150队参加，那其实报名是超乎预期，那超过了150队的一个这个组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内容包括像体验组，它的难度是比较低的那它的主要的一个募款的一个目标呢，是要在1万块以上，非营利团体是1万块，然后企业团体就是2万块。
那在勇士组的话是难度比较高的，那相对它的募款的一个目标也就比较高啊。像非营利团体的话，就是要2万块以上。那另外除了挑战者之外，志愿组也很重要。那志愿组就是要在挑战的过程当中提供包括餐饮鼓励，还有故障排除，还有交通等问题，就是说能够当做一个挑战者的一个支柱。好，那在去年因为今年的结果还没有出来，所以我们去年来讲的话，它总共有126队参加，然后总共募款的金额有258万台币。那今年的话，其实金额是更高的。那今年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些照片，那待会我们可以看到分享的影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我们活动的一些照片啊。那这是我们今年参加的队伍，就是我们教会青年所组队的参加队伍，总共参加了4队，那其中1队是勇士组，3队是体验组。那我们募得的金额呢，总计是有都达到目标，而且像在体验组有学青组成2队都募款金额都是在我们目标以上，甚至是2倍以上啊。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不错的一个成绩。好，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有参加的几位队员来为各位做他们见证跟分享。那在这里呢，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想，就是说，其实参加这样活动，像这个户外活动，骑车也好，或者说这个登山也好，对我来讲不是什么太难的事。虽然当初也会担心了一下然后还是事前还去练习一下。不过发现到最后才发现，其实我们像我是参加是勇士组，可实际上我们还是比想象中的还要容易的完成的目标。只是说最困难的是还是在募款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像我们不是那么习惯去对外去跟亲朋好友或是不认识的募款的人来讲，会是一个蛮高的一个挑战那还好就是感谢主都是还能够照既定的目标来完成。那另外就是说安排人员的一些交通来往的交通和安全的问题，尤其是当天遇上的这个台风要感谢主是让到最后我们的整个活动都还是平安顺利的完成。那我们这个担心其实都是多余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欢迎下一位这个队员的上来为我们做一个见证分享。那我们先欢迎木轩。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木轩。那我今年参加的是那个自由挑战，我参加的是比较简单的那个体验组。那在我分享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看一部影片。对，影片好了吗？对，就是仔细看，我剪很久。不是有点难打。
然后这是活动我接下来还没。然后活动当天。只是这样算接的，大家一步之间，不知不觉已经爬那么远了。有吗？今天这样爬了1300多阶1300多阶，刚刚那边不是800，这样700、800，这边400，460，将近500，突然间到这个区了，那你这边爬到这个1300阶里面，我的画面真的抢走了。你看这看这个交流7楼，爬7楼，这是一个很人性化的设计。过去你只剩尊严。
好，到终点了。自恋对啊，是吗？好，我们就像最后的几关，把它过完就好了。加油！加油！感想吧。对，怎么说？害怕有我第一次参加，可是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很棒。当然就是有时候虽然我自己脚步很快，可是还是要别人脚步。很高兴能够参加199的这个感想嘛，就是很高兴能参加这个活动。就还蛮有趣的，就觉得很开心啊。是199，很棒。我们在走这些路的时候，都是有可能就是那些困难的家庭，有困难的家庭，所以说我们就在其他去做这个讨论。那因为台风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好像有些危险，为什么就觉得说好像就可能因为台风大家不想去，就是可能大家就觉得说很麻烦，或者是不愿意做这样的挑战。可是其实很多，可是其实很常我们去想的问题是说，可能在放台风假，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可是挨饿的人却不会因为这样就放台风假，不会因为台风来肚子饿的小孩就不会因为就不在地方就不在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天气，我觉得可能因为他们的心理啊，或者在他们的需要，所以才去做。这个天气不好，才是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勇士族他们在下午去帮一个学校油漆粉刷整个校舍。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参与，然后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大家一起去完成。就体验大自然吧，体验大自然，各种大自然，就像是我们看到鸭子啊，对，然后看到一些很美的景色，那种成就感是不是好好看下去，然后去走那种山路，而且它很多层楼梯都爬到忘记去爬到哪里。然后因为这样鼓励一下跌倒，就是我们有在这边，就是看到跟大人一起跌倒，一起玩，然后学是大人是快点，然后自己的心里我感觉还蛮充实的。我觉得都还好，不是很困难，大家都是心里就把它完成。都并不困难，不困难，就是在下大雨又吹大风的时候烧开水。没有困难，其实还好。可能是不可抗力的气候问题，因为最困难的下山。困难的时候，最困难的就是下楼梯的时候，脚真的已经快没自觉，可是你就有自觉。大家都很辛苦，大家都很棒。特别对谁就是对大家就是大家会互相对谁说什么？对，我觉得大家都很棒。我想对大家讲的，大家都很棒。像这不是一般的战斗。你说在，我先感谢资源组啊，对对对。好，再来还有就是在明年或是以后看了这个影片，你还没参加过1919的，你觉得募款这一个工作是非常困难，你达不到的这些朋友，好，我跟你讲，就是相信上帝，给我们祝福，就是募款跟你想象中的，只要我们靠着上帝的给我们的信心，给我们力量，我们就可以达到。
不要，我觉得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有神带领，都有神在里面动工。参加，会啊，而且你要报挑战，而且你要报勇士组。对啊，而且我也邀请应该是更多人都来参加勇士组。会参加，可能会。好，好，等下你这是拍起来是明显要找到是什么样的？好，明天大家努力加油！加油！荣耀通过掌声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好，就是对不起，影片有点长，对，那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今年参加的这个过程，前面就是募款，然后再来就是活动。那我们当然这其中都有很多的感动。首先是我们在募款的时候，虽然我们今年募款就是募得了。就是我们2队啦，我带领就是我们是跟另外一组家庭那一组，我们一起去募款，那我们都募得就是我们有达到目标，可是我们去年我们是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去年觉得我们自己就算有别人来跟我们募款，我们不可能我们不会掏出钱来，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不敢去募款，所以去年我们去年参加的时候，我们募款就没有成功。然后最后我们到了那个地方说啊，我们募款没有募得1万块，然后本来是不能参加挑战的，可是后来有人帮我们垫这些钱，所以我们才可以参加那个挑战。然后就觉得那时候就觉得很丢脸、很伤心，然后觉得是一个那年很大的败笔。所以今年我们就定目标，就是我们今年一定要把募款募齐，而且一定要募超过，把去年的也募回来。然后我们一开始也是很害怕，然后最后我们在9月份听到我们去1919行前会，听到有弟兄姐妹分享他们去夜市募款，所以我们决定要效法他们去夜市募款。那也很害怕，那时候我们就编了一个口号，就是1块2块没关系，只要有心就可以。1919爱走动，济南家庭需要你。我们就一边走一边喊，一边走一边喊，一边走一边喊，很开心的。第一次我们在观光夜市，台湾观光夜市募到了2000块，让我们真的是感谢上帝，然后我们觉得很感动，没想到我们可以募到这么多，因为像我们就是短就是可以真的可以募到我们亲手募到钱，而且还有人很慷慨的投1000块下来，真的是让我们信心大增，而且非常感动。那所以我们之后我们还去了御花园夜市、士林教会，那我们甚至最后还在江南教会募款。然后我们这是募的总数2队大概是6万多块钱，对，然后就是哇，就是掌声一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感谢他赐给我们信心跟勇气，让我们可以勇去做这件事，就是真的是没有他，我们也跟去年一样，也是要靠别人垫钱才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在活动当中，真的是天气非常的不好，就是像刚刚那个影片一样，一直下雨。而且扫到台风尾，真的是越走越不开心，然后身上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然后下雨只能套件雨，然后那汗都闷在里面，超级臭，很恶心。然后我们就很不舒服。然后我们就是走那个路，刚刚说1300多阶走上去，所以代表说走下来也要走1300多阶。天色渐渐的暗，然后雨点打在身上，然后旁边都杂草丛生，然后前面的路非常弯曲，几乎看不到这座山的终点。那就是然后身上又臭，然后风又大，雨打得又痛又累，很想快点结束这个行程，然后快点回家睡觉，然后吃点东西啊，喝个好喝的饮料。可是后来仔细想想，就是跟我刚刚影片中弟兄分享的一样。我们的挑战有尽头，可是他们那些急难救助他们的挨饿受冻人，他们挨饿跟他们受冻的尽头他们在哪里？也许我们的尽头相对来讲短得多，
所以我们反而就是更要感谢上帝，给我们那个有台风的天气，让我们可以更加体会到用不同的方式，不是用哀乐颂这种方式，而是用扫到台风尾，然后这种很艰苦的方式体会他们的不舒服。对，所以我们更要感谢上帝，而且这也让我们每个团员都学习到，我们在自己生活中，我们能够拥有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穿好吃的衣服，吃好吃的东西，我们有舒服的床、舒服的家可以睡，我们要非常的珍惜，我们要非常的爱惜，而且要感恩这一切，上帝给我们这一切。对，然后最后我要邀请大家，明年一起来参加1919组织挑战营。如果你觉得募款或者是参加这个挑战很长很难是很困难的事情，不要担心，相信上帝给我们信心，我们募款会 OK。这挑战刚刚都说没有人说很困难，所以大家一起来参加。好，这是我分享到现在到这边，谢谢大家。好，我们请嘉寿哥下一位，嘉寿哥。好，我们谢谢木轩很精辟的一个分享。那相信经过木轩的分享，大家对于这个活动的一些内容也有了一些的认识。那所以在这边呢，我就在这边就讲我的一些感想，一些感恩的地方。其实呢，当我刚听到1919这个活动的时候，其实我没有什么欲望去参加这个活动，因为这是要你掏钱出来给不认识的人。当然了，不了解内容也是原因之一，而且更不用说当天活动还要消耗大量的体力，简直一整个吃力不讨好。可是啊，当我开始了解1919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开始省思，我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参加这个活动？答案是没能力。第一，我不是有钱人；第二，我没有时间参加活动，像是募款啊、锻炼体能啊等等之类的。反正总之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理由。可是这时候忽然想起了一个故事，一个圣经故事。它内容是在讲述一个妇人将她身上仅有的2枚铜板捐献出来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这个故事。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忽然让我想起了这个故事。可以就是因为让我想起来，我又开始反省，我是不是自己能够做出像那个妇人一样的行为？答案是办不到。那我想啊，我无法将我身上仅有的2枚铜板捐出来，可是我又想到，这个妇人的行为是耶稣所称赞的，而且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说我是一个基督徒，那我就应该以基督的样式为榜样，那再怎么样也不能够违背上帝的道才是。所以我虽然无法将我的所有奉献出来，难道真的一点余力都没有办法去帮助其他人吗？答案是我确实是有余力去帮助其他人，不论是金钱或者是时间各个方面，我通通都有余力，所以我就参加了。那就在我决定参加这个活动之后，新的问题跑出来了，我要怎么去募款？这时候其实我蛮惶恐，那毫无头绪，因为我也就怕达不到最低门槛。那这时候怎么办？当下我就只能用最直接的方法，我决定让我的亲朋好友们的荷包实血。那在这过程之中，也就联络了其中一些不乏很久没有联络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同学。那在这期间也募款，我们也会遇到像我跟他们要募款金额，跟他们讲述这个活动，那他们也将这个活动跟他的朋友讲，所以朋友的朋友也募款，也捐款加进了这个活动。虽然说啦，我不知道，我像他们在要这些捐款的时候，他们内心是怎么想？不过至少最低总能够证明我没忘记他们，对啊，所以说就是这样子，我联络到了很多以前没有在联络的一些朋友跟同学。可是就是因为在这期间，这个募款这个过程之中，甚至出现了朋友的朋友在跟我一起加进来这些事情，让我深深的觉得，森林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一直在做工，他不是让我单打独斗。
那也都让我体会到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像是到活动当天啊，我也是在担心，我的体能能不能够承受这一次的活动，还有当天的一个排程的一个问题，很多，可是结果通通都出乎我意料之外。怎么说呢？原来我担心我体能不足，结果发现，其实虽然我体能是有下降，可是还不错，至少没有累趴。那这次活动，之前提到刚好遇到台风，那也在过程之中也没有让我遇到真的非常恶劣的天气，也就只是下雨而已，所以让我们在安全上面有得到很大的保障。那整个过程结束了，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相信在我之后的2位还有很多可以分享。可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却是发生在活动结束之后。活动结束之后，今天的活动顺利结束了，大家欢欢喜喜的准备回家，终于可以享受温暖的热水澡。可是我的车子没有电，发不动，哇，这下糟糕了！不止我回不了家，顺带把我同车的人全部留在那边。可是这时候啊，我们基督徒就展现了良好的美德，其他人都过来帮我处理车子过电的问题。好，处理完了，电过了，车子启动了，大家认为任务完成 ，OK， 上车各自离开。可是好景不长，我的车子又熄火了。这时候大家都走啦，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后面还有一辆车，这是我要特别提出来，是洪家生的车子，洪家生执事的车子。他看到我车子，怎么又停下来了？就过来关心，到底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讲，车子又出状况。那这时，洪家生执事就很热心的下来帮我处理，我同车的一些同伴，家生车上的同伴也都过来帮忙处理。可是呢，就在我们使出10包般武艺与我的车子周旋的时候，奈何我的车子依然故我，不动就是不动。就因为时间也处理得太晚了，那我因为也耽误到其他人的行程，所以我就只好先让家生用他的车把所有人全部塞进去，再回去，留下我跟我的车子留在原地。没辙啦，怎么办？只能使出大绝招，到处救援，让拖车把我拖回去。这时候车子我回去了，那各位想的，在这起事件当中，就只是体现出一个基督徒们一个良好的一个行为模式，让我就是一个很好的美德而已。可是我就想说，应该也就是这样而已。可是上帝的安排不是如此，因为我回去的时候，刚好是月黑风高，风大雨大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是坐在宽大的那个拖车上面，所以回去的时候其实就只觉得外面风很大，没什么感觉。但我事后检查我的车子到底是什么问题的时候，发现电瓶是有电的，不是没电，而是传动马达的皮带断。哇！这时候让我心里真的是捏了一把冷汗。在台风夜，开着车在高速公路上，车子载了一堆人，忽然发生状况，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惊无险，还是会发生我无法想象的事情，我不知道。可是上帝在这件事情，让我体会到了上帝的另类的看顾，让我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我的行径当中，也保全了我们一车人的所有人的平安。所以在这次活动之中，神让我经历他巧妙的安排。那活动中让我蛮有平安，并给我们力量去迎接活动中任何挑战，让我在帮助急难家庭之余，我们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能力。因为这个活动，也让我再次体会了神的看顾是何等的奇妙。谢谢。大家好，我是智辉，大家平安。平安。
去年我参加第一次参加那1919的是参加体验组，那活动过程中没有像刚才各位看的那些过程那么顺利。去年光体验组就有遇到队员走散，然后迷路，然后时间失控。时间失控是指超过4个小时以上，跟正常时间超过4个小时以上，然后失联。那夜间定向，各自有方向，各走各的。然后找个晚餐，那找到11点多，人才回来。然后找个代步车，找个1个小时。那各种状况都有，那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在发生状况。其实没有像刚才各位所看到那个体验组这么平顺。有这么平顺的话，真的是有上帝的保守，真的。那也因为过去有这样的经验，然后这一次要参加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小阴影，想说会不会再来一次，那有点吓到。那今年有人在揪团的时候，然后就有说，去年大家都把体验组完成勇士组，那我们体验组出去跟大家一起出去，然后跟勇士组一起回来，然后是想说，去年都把它体验组都完成勇士组了，那这一次就直接参加勇士组，然后我就答应了这样子。那这一次的话，其实参加的话也是有一些小担心，那也是会有一些担心，但是就像刚前面几位分享所讲的，其实我们到后来事后证明，我们都发现，把这个部分的话，仰望交托给上帝的话，其实这个部分就很足够，我们的担心其实都多余。那因为有章鱼哥这样在事前还有看顾前后这样的帮忙，那所以我们过程中都很顺利。那在期间我们的确有遇到下雨，跟我们期待是不一样的。那但是把期望就是放在准备临时，这样就不会有心情不好的状况。那在实际上在骑的话，我们也发现，因为我们先前有练习，有实际那个章鱼哥有给我们一个考前大猜题还有模拟考，结果准确度达到50%，那个路线还蛮准的，那我们就练习的时候骑了4个小时才上去。那结果到当天2个小时就爬到风柜嘴。那如果有骑车的话，我想大家都知道，那风柜嘴那不好爬。那但是我们队上有唯一一位女生，她是第2个上去的，那个是很厉害，很厉害。那与其我这样说的话，那大家不如亲身去体验一下，那看那有多难爬。那是有够难爬的这样。那在那个骑车的过程中的话，我们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避免队员走散的话，我们多了无线电放在前面还有后面，那这样做联络。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队伍长度的话也长度不拉超过500公尺，那就是在视线范围之内。那这样有个好处就是大家可以互相加油、互相鼓励，但是我们的口号不太一样，我们口号只有2个字：鸡腿。就是鸡腿就对了，那原因是我们那个补给车上面有鸡腿，只要走到那边就有鸡腿吃，我们只要喊鸡腿，那五个队员大家都忽然间有了神力，这样就拼命往前冲，然后路边的人看到要喊加油加油加油，怎么前面喊的不太对？因为我们过去都喊鸡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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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这样一路很快就到达我们要的 A B 点 C B 点，很快就到了。想说我们不是还要再往前骑，然后就到了一个点，这样还蛮顺的。那我觉得有其中一个部分比较有趣的部分是我不管因为我们在那个台北那边的山上在骑的话，不管往北骑或往南骑，那甚至在夜间，我们夜间呢因为有台风的关系，那夜间有浓雾，那伸手不见五指。那连手电筒要照前面的阶梯都看不太清楚。那在那种状况下的话，号称2公里，我们走了感觉像10公里，就感觉走不完。但是在那个状况下，不管是骑车爬坡还是在健行，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它在我们上坡不好走的时候，居然都会遇到顺风。这个在我过去
过去在公司参加那种铁马社之类的，从来没有遇过，能不要逆风就很开心的，那居然还能遇到顺风，这个对我来说还蛮新奇的，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那另外一个部分的挑战我也觉得很有意义，这个是也过去没有体验过的，也就是这个活动跟那个特利屋合作，借由那个限定时间，我记得好像是90分钟，还是多久时间，然后要我们完成一个任务。那这个任务的话，同时也帮助到一个学校去做他们的校舍整建。我觉得这个部分不只是在我们的单车活动，也可以让爱真的是走动，那让我们可以参与到更实质的帮助。那也感谢有主一路来保守和看顾，让我们可以平安顺利的完成这个勇士组的挑战。谢谢大家。Hello，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是社青团契的恩琪，今天要来见证1919的那个救助挑战营的分享。那救助挑战营它是什么样类型的活动？事先要做什么？然后当天活动要做什么？想必大家刚刚应该都很清楚的知道了。那接下来呢，我要透过5个层面来分享参与这次活动的心得。第一个部分呢是定向准备。今年我参加了勇士组，因为我工作如火如荼的进行，无法有充裕的练习，导致体力较前几年参加体验组的时候还来得弱，而且弱很多。但事实上，我并不担心我的体力是否能骑完全程，我真正担心的是体力弱而影响整组的骑车进度。虽然这是没有名次的比赛，但毕竟在其他4个队友都是弟兄的状况下，我着实担心我会影响他们前进的速度。所以活动的前几个月，去上班的路途中，我能够走路就走路，下班能够去运动就去运动，即使去3民公园跑个2圈也很好，并且在活动2个礼拜前，我天天吃香蕉。就是有体力，脚不会抽筋。那活动当天早上，我就吞了2颗维他命，想说准备给他拼了。哥林多前书说9章26节到27节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这段经文是在讲传福音的事情，却也提醒我要有目标。因着刚才说的担心，所以更要有定向的奔跑与斗拳。我虽然没有办法有充裕的准备，但我可以有定向的尽力准备。那第2个部分是祷告交托。活动前一天下着大雨，我担心到哭了，担心天气恶劣发生意外，担心我落后影响队友。我还跟志辉说，如果发生什么事，他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并且先照顾好其他队友。我也会照顾自己，请他别担心我。就这样延期8点档生离死别的戏码，然后2个人相拥而泣。不是哦，事实上不是相拥而泣，而是一起祷告。彼得前书5章7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我们祷告，只为我祷告有信心，将忧虑卸给上帝，并教我骑车骑到快撑不下去时，可以数数1、2、3、4、5、6、7、8、9、10，一直数下去。经过实验之后，这是个好方法。感谢主，祷告与数数的方法都很好。第3个部分是互相效力。罗马书8章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们这组骑单车的，有经验老道的，冷静思考的，鼓励人心的，
飞奔的弟兄，资源组提供的姐妹，也有开车好手，利落贴心的。在我们未出母胎，上帝就认识了我们，用数十年的经历塑造了我们。如何认识一个人的品格呢？在看电影、吃饭、聊天、逛街中吗？不，患难见真情，逼迫中见人性。感谢上帝在过去几十年中，在各方面磨练了我的弟兄姐妹。当天辛苦却不痛苦，因为我万分幸福与他们同队。耶稣的馨香与恩典在他们身上得着彰显，我们互相效力，得着益处。第4个部分，两个人同行。即使你再怎么样喜欢寂寞，也不要与孤独同行；即使你再怎么喜欢自己，也不要与他人分行。因为传道书说4章9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活动当天有风有雨，就如同刚刚说的是一个台风尾。老实说，那个环境其实并不好。晚上到了阳明山擎天岗时，更是低温浓雾，真的完全看不到前方的路，而且又冷，说饥寒交迫一点也不为过。但这次活动让我们更懂得相互扶持，同心同行，也更认识了彼此，鼓励彼此，赞赏彼此，更加的紧密相连。我用了很多美好的词句，你能体会吗？祷告，明年找队友来参加就知道了。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都可以参加，也都有能力参加。最后一点是荣耀归给神。希伯来书11章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感谢神，因着信仰，活动过程中，我虽感觉到辛苦，但不觉得痛苦，因为我知道上帝会带领我们，同时也透过这次活动明白祷告寻求的事。马太福音7章7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很多事我们不明白，也在那辛苦甚至痛苦中，但是上帝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上帝不一定会给你想要的东西，或成就你想要的事，但透过祷告、读经、牧者的讲道、环境与心中的平安，你会知道你祷告的事情如何。这是除了经历团队的扶持外，也让我更加明白与确定是否和一个人继续交往。是个很大的得着。对，我们所见的不只是现在，还有未来美好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加油，在上帝的国度中同经历、同享福分，好吗？好。愿上帝祝福大家，谢谢。非常谢谢刚刚4位弟兄姐妹的分享。我想借由他们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很多能力不足的地方，还有很多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不够的地方。可是我们感谢上帝愿意使用我们，就像我们前几天社青小姐的分享，就是说，假如神要用我们的时候，你是否愿意为他所用？虽然你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那也希望说我们都能够做好准备。当主要用我们说，我们是否能够做好准备？那最后呢，我想借由这次的分享，我们将感动留给自己，我们将荣耀归给上帝，也希望明年能够有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我相信我们刚刚都听了很多大家不同的见证。那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做许多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是因为上帝让我们能够。那好不好？让我们这时候，我们从我们座位上站起来。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做之前，神已经
道，因为神他清楚我们内心，所以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来唱这首歌。许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什么，而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相信，虽然今天有许多人在台上分享，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一年当中，你一定都经历了很多上帝来的恩典。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用这首歌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深印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是你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心表达。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真是求神继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也去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丰盛。我们用祷告的心再一次来唱。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深印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是你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
献上感谢。或许你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好好静下心来想，或是去数算神的恩典，好不好？这时候我们就有一段时间，我们开口向神来祷告。我们向神说：主啊，谢谢你在过去这一年当中，主你所为我们做的，主让我们更多来去经历主你的爱。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在此在这些双击的，主啊，让我们再次来经历主你丰盛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在过去一年当中的期待，主啊，在主的里，主啊，经历了这么多的转变，主啊，让我们真的在生命的这些年当中被你更新。主啊，知道每一天每一步都是主你所带领的，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让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啊，放弃，主啊，知道主你是你持续的带领，主让我在经历主你的掌声，主啊，在每一步，主啊，当我们在最难的时候，主啊，有我们能够的时候，主啊，我都相信主你的同在，主啊，我相信我要主你是你带领着我，主啊，你是我生命的主，主啊，你在生命中掌权，主啊，让我在阿爸父，我们再次来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因为唯有你，主要是你引领我们，不管是经过高山，经过低谷，主啊，你又让我们去经历主你那丰富的恩典。主啊，每一时每一刻，你用你的爱，你用你的恩典，你的慈爱怜悯，主啊，来覆盖我们。就让我们在你大能的膀臂之下，我们是平安的。主啊，谢谢你过去的这每一天你的带领。主啊，我们在这每一天当中，主啊，我们要去更多的培养跟你之间的关系。主啊，你愿你来突破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主啊，我们要更多经历主你自己。主啊，我们要写下更多与你之间的故事。主啊，让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是那样紧密的，主啊，是不可分开的。主啊，我们相信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你给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因为主你爱我们，主你爱我们，你永远爱我们，并且爱我们到底。主，让我们更多来经历你丰盛的慈爱，主，并且让我们用这份爱，主，我们能够更多爱我们身边的人，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主，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同学，爱我们的朋友，甚至爱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主，这一切都要从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开始。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里将我们所有的祷告献到主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再次唱，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加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你是我尊贵，你是我尊贵的主，你是我尊贵，你是我尊贵的主，耶稣。将掌声归给我们的神。接下来我们要请记忆传道到当中分享，请坐。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原本想多讲一点但是不能多讲一点，因为时间有限。其实感谢主啊，今天其实本来一言传道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跟我讲说今天处理我原本是今天真的是还不是时间。其实我今天讲话有点语无伦次希望你们体谅一
3点到现在已经从台北，然后我们监区教师演习，然后又冲回来说今天虽然有点疲倦可是感谢主上帝带领我听到大家的这个10月4号嘛10月4号我会请我没有办法了，我会请我们的少年去参加这个表演。但是呢，你们不要高兴太早11月换你来参加我们的你的一票，你知道吗？你的一票决定爱的力量。我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我没有做那个 PPT 这个就是台新营它这是类似像要请大家去投票。那投票如果在 FB 加你的手机，真的不好拉票，真的我们作为最后感谢主，因为大家的帮忙有吗？你有帮我做这个吗？应该没有吧？没有了。对，你看好，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个是台新营一个活动就是说我们是第一次参加。那参加呢，只要总共有200多家，260几家的社福机构，然后去参加。然后如果你的票数越多在前10名我们是50万组，如果前10名你就能拿到那50万的补助。好，那在拉这个票的过程当中真的很辛苦。我想一想，我真的是不容易呢，要手机号码，然后要有 FB 的账号才能投一票，而且还能投一票，真的很辛苦。然后那时候我一参加的时候，大家动起来的时候，开始去拜托别人的时候，我就开始后悔了。我真的开始后悔。当我们第一天的时候，没想到票就开始上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点犹豫。我得到这一笔钱，一个社福机构就拿不到，社福机构拿到我就拿不到，这心就很挣扎，到底要还是不要？好像彼此在抢钱。后来跟几个人祷告分享，跟我讲说，其实这就是一种竞争，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去试试看。我说真的吗？开始试的时候，确实真的不容易，超级不容易，还要找到我们一个组内的一个张校长帮忙一面传道尤其真的在这个教会我真的讲，我觉得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像活水的教会。所谓活水就是说，不单只自己想拥有东西，而且你这样子去，无论是1919也好，或是上家在这个校里得到帮助，因为他在后面就鼓励连我们的郑牧师跟郑师母去的时候，已经投票已经到中间了，他竟然来说，我知道要投，可是这个到底怎么投啊？我说你不是投了吗？不会投啊！我说确实真的是有困难，教了。在那边教了10几分钟，还是不会投我说好了，没有关系祷告让你会投这样子，真的很辛苦。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感谢主让我们真的有许多体会最后没想到我们脱颖而出，一个小小的机构我们拿到全国第9名，总共几票？总共拿到了12048票可以选县议员的，你知道吗？真的是真的很辛苦。但是这过程当中，我就觉得说有很多真的是要谢谢弟兄姊妹，尤其我们的青年因为他到旁边大家真的叨扰你之处我甚至那时候就开了一个那个活动就把很多人都加进来。有一些他们的工作课就比较不适合。马上打电话给我，继续怎么把我加进来？我到时候我会变曝光的。我说好了，没有关系。很多类似这样子真的蛮有趣的。不好意思，真的是叨扰了大家但是我在过程当中，无论是刚才1919之类的活动，还有上家的一个票决定爱的力量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珍惜所有的过程。有时候我们太重视目标，反而失去了。当我们要去旅行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想到的只是看到的是目标，我们却忘了在过程当中忘了去看看那一些花花草草，真的很可惜。就好像在骑单车当中，你彼此的那一种的交流，还有我们在拉票，真的很辛苦，不会骗你怎么拉。在电脑的时候，大家都说投，可是票就是不进来，很奇怪，这怎么办？真的就是拿着电脑去，刚才讲的夜市我们的去了。
医院也去了，学校外面也去了，你也知道，刚好有寒流，就拿了笔电，拜托投我一票好不好？拜托投我一票好不好？就这样子，好，所以那个我们可以合作一下。我在这里再分享一下这是我自己本身走过来的。要募款，我以前我属秀运会，真的不好意思。那后来就是慢慢去训练。我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说：“你做这个工作到底要做什么？”上帝给我前3年的考验。第1年来一堆人来告诉我说要加太极，就像现在的时刻要放加太极，傻傻乎乎的跟我太太2个人而已，哇，很开心。介绍完毕之后，开始我要管你可能是5年是恁这种的，没关系。事隔1年，又刚好这个季节，刚好又有一群人来了，一样说要放加太极。来的时候跟他介绍完毕之后，还是一样，不好意思，我们要捐的可能还是比较儿童类不是像您的。我说没有关系。第3年，那么巧，又来一对夫妻。他来了跟我讲，他讲什么呢？他说你们是怎样子？我放加太极。我说谢谢。其实我心里已经有底了，已经连续2年了。我说好，谢谢。介绍完毕之后，一样站起来。不好意思啦，我们要捐的可能就是像儿童怎样，没有关系。结果你知道吗？那对夫妻已经走出去了。走出去的时候，忽然就回过头，跟他太太来看着我，他讲说。拢来一抓，还300块给你啦，拢来啊！他说你都来了就捐个300块给他。我那时候刚学习服饰，我不会骗你我很用心服侍人。我跟我太太来服侍的时候，还带了一台嫁妆，带了一台那个福利卡的那个3轮车还有公车，真的就是像圣经讲能做尽量做。那300块对我来讲，我凭良心讲，那时候真的心里有点想法。不是很多，到底要拿还是不拿？后来还是收了，抵税收据开给他。你知道吗？我是一个更生人，我真的不会骗你，在以前真的是有点骄傲。那300块拿的时候，走到楼梯边走上去就边开始边掉眼泪。我自己真的为了这个300块吗？真的吗？后来慢慢开始学习这样一步一步。后来可能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上人之家从以前到目前还是很辛苦在募，但是上人家的孩子，我今天没有带 PPT， 上人家孩子你知道吗？我们光是今年，我们开始走出去，换我们去带喜安乐去爬山，很难想象。我们去农民之家，我们去表演，我们到长庚医院去当志工。你知道我们今年到今天这一场台北阳明山冈下来。我们今年已经跑67场，这67场当中，我们有去慈济去那边唱诗歌，金丝看，我们也有去慈护宫。慈护宫就是那个妈祖庙在3民路那个最大的，我们就在那边直接开唱，就唱那一首《喜乐泉源》，其中有一段就是上帝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我说孩子们比我还勇敢，都不怕被打。甚至我们到校园，我们到校园，对的事情，我觉得说去坚持，上帝会鼓励我们。我们经过了很多，以前最反对我们的一个校长，我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去拜访他的时候，讲到说要孩子来进来，他说不要，他说孩子要读书而来，不读书的请带回去。陪我去的是一个中原大学退休的一个总务长，跟我讲说。我是总务长退休30几年在大学，我太太是中原高中的语文老师退休。少说我们也是一个半个教育家，你当校长更是一个教育家。如果你让社会的舆论知道你是这样办学的你觉得社会怎么评论你？他听到这句话，你知道吗？当场把我们的名片就丢掉，在茶几就丢掉，走到他的那个办公桌椅那边，来送客人，然后就背着对着我们，就抓头就走了。今年我们又快带孩子，去年到监狱巡回，今年到校园，我们就到了桃园国中。应该是不要讲了但是如果那是好事，后来是好事。那天因为都社工在安排，就去，冒起跟校长见打个招呼。校长看到我说：“
啊是你哦，哦对，是你的，10几年前的，对。哦校长很好，很有礼貌，就跟我们去会谈。那天来了20几个班级，就在那边。我们的孩子玉琪挥挥手没有关系，然后一起挥挥手没有关系。我们表演完了，玉琪就上台分享，他很辉煌记录，现在改变了。我们去做很多演艺事情，他的记录没有多辉煌，17支大过，37支小过嘛，还有时候4张 A4 的记录，就这样子而已啊。以前带他的导师还有我们大弟挥挥手。结果他们2个还没来上我们之前2个都同班的，然后来的时候，他导师自从带他们2个之后后来就不再当导师了，开始当科任导师。可是那些导师知道我们要去，所以呢，老师那天跟校长请假也来听我们表演。表演完，我们的玉琪就上台做见证。做完之后，然后谢谢老师对同学群的包容，还有谢谢老师，不然我今天怎么有机会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真的要谢谢大家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鼓跟鼓吹了，我说玉琪是不是要下去？老师在那边要谢谢老师，跟老师说声谢谢。我们玉琪就在台上讲花园国中的那个礼堂。老师谢谢你。下去要抱一下，老师我可以抱你一下吗？老师就点头，他就走下去了。他就抱老师，老师谢谢你，不然我今天怎么有今天？所以老师我跟他谢谢你。当抱老师的时候，老师就开始哭泣了。结果你知道吗？以前我们的那个校长，他竟然把我的麦克风都拿去了。老师啊，你没有看到哦？以后你们班上如果有这样的学生，你们应该用更大的爱心、耐心，还有你们极力全力要去帮助这些孩子。在上帝当中，你看原本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因为在上帝的时候变成一个最圆满的事情。我们到很多监狱去学会，上帝之家做的真是有限。结果你知道吗？可是你看，上帝就很巧，我们去监狱巡回，我们的志强遇到跟他相依为命的哥哥，志强挥手一下。我讲的这个都是真人真事哦，你们能想象吗？我到花莲的时候，600多个那个理光头的那个男孩子就站在那边，他一上来后，因为他志强，我不是他讲见证嘛，今天没有时间，我就帮他讲。他从小爸爸就过世，然后妈妈就离开，他跟阿嬷还有跟堂哥就相依为命。后来堂哥在他8岁那一年就贩毒，就开始进医捐一罐，结果没想到我们到那边在准备要唱诗歌见证的时候，他看到哥哥坐在台下，他就开始哭。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哥哥在台下。哇，真的还是假的？我说真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他是谁？哥哥，你如果可以的话，或者站台起来让他看一下。哥哥不认得他，8岁跟现在16岁，我赶快，真的不一样。你看看，志阳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嘛，没关系。你们很难想象，他为什么要来到少阳之家？他国中的时候骑摩托酒驾，法官看他年轻这样子，家庭又这样子，他说你要乖乖的保护管束。过了几个月的时候，又开车酒驾，的时候，后来到别的机构。在别的机构的时候，还是一样，米酒加保益达又害了他，那就再过来到上我家重新开始。看现在比较厉害了，真的。然后开始在那一天他就讲，结果说他是住在哪里，他是怎样子，然后你认识他，如果你知道他是你弟弟的话，我会请你站一下。台下那个人才知道，站起来就开始哭，我们志祥就开始哭。然后哥哥，我跟阿嬷很想念你。哥哥，你也跟他加油！我因为信耶稣，我会重新改变。我妈在家里等你，永远等着你。哥哥，你要加油！你们能想象吗？一个大光头的那个受刑人台上哭，台下来哭，你能体会那一种吗？这个上帝做的事情真的很奇妙。我们今年上个礼拜而已，我们又到台北女子看守所去，知不知道？又发生一件事情。完毕之后有奖征答，我就这样，我说台上这里啊，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就会送他们一个小礼物。台上这里啊，这个人叫什么名字？竟然有一个妇人流着眼泪，他叫钟立顺。我说奇怪，我只有讲
刚才介绍立顺而已，他怎么会知道是钟立顺？钟立顺站起来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讲的这个透视哦，真的在上帝在我们教会活生生的一个见证。他现在是开南大学会计系6年级的学生，长得很斯文哈，以前一点都不斯文。以前如果在朝阳公园哦，不知道你们如果有你要原谅他，你要悔改，他是属于那种50块提来，我怕的。不一样，真的在耶稣基督里真的不一样。结果没想到，他因为爸爸妈妈离婚了嘛，爸爸开始就酗酒，爸爸很年轻呢，66年次了。很年轻，开始酗酒，但是我常常想要帮他爸爸，真的是没有办法，我的力量真的有限。我跟他祷告，后来他说他唯一有一个，就是因为爸爸以前都会对他家暴嘛，后来有个阿嬷过世了，姑姑偶尔就会拿个东西给他吃，算是他一个非常亲近、非常爱他的人。结果那天举手的上礼拜，竟然是他姑姑。所以你说看到那一边，我看到他在那一边就难过都没关系。做姑姑，医生出来抱抱姑姑。所以有时候你看哦，上帝就这样子。我相信他姑姑从小看他长大，一直到现在，看他这样子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相信那种福音绝对会进入在每个人的心坎里。也顺这个机会哈，给大家介绍的上次讲，也正在为多元祷告。我跟上帝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心志，真的为你祷告。所有的孩子说要跟着我去奔波，就是我们在这个长老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宁愿烧尽也不要休怀。要下那个心志的时候，我跟上帝要下这个心志的时候，有点怕的。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生命宁可被烧尽，不要放在那边休怀。最后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就是说，当你听了之后，如果有感动，正在为福音付出的时候，请弟兄姊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乘着圣灵的浪潮去为主做工。有时候我们在这里听的时候，那个见证听的时候，心里就很感动，很感动。我想要，我要去为主征战。回到电视了，回到家里的时候，8点档一打开了，综艺节目一打开的时候，说主啊，再给我2年吧，主啊，再给我1年吧，常常就消灭圣灵的感动，乘着圣灵的浪潮。上家从以前我跟我太太2个，慢慢现在有10几个同工，今年又要加3个同工。我们从191号开始租到187号，187号上礼拜又签约了，189号这个叫做联动，这个就又把它租起来。希望说有更多的事情，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我们常常这样子在出入，常常会遇到很奇怪的事情。那天我也是这样子开车在高速公路正赶着去，为我们祷告，这个正在为我们守望祷告。我们准备要出长片，有人要支持我们，也许我们准备要拍成电影，为我们祷告，这样让这个世界上有人知道说，这个不要放弃自己。但是就是很奇怪的事情会发生。我们开车在高速公路去谈那个事情的时候，忽然雨刷，雨刷啪整就飞走了，剩下一根的时候怎么办？又下雨怎么办？不能刷，好没有关系，刚好附近有修车厂，赶快装一支刷，回来的时候啪，另外一支又啪，就刷。相信这很奇怪的事情就会发生，所以多为你祷告。让我们真的继续为主做工。好，感谢主。好，想说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好不好？这时候我请少年之家所有的弟兄可以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时候，我们身边左右所有的人，这时候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希望他们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事工，那我们也很感谢神，他们在我们当中，然后在我们当中也让我们见证许多神的作为。那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他们来祷告。孩子，我们做事，他们还是相信你，
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啊，因着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就与神你的爱来相遇。主啊，你在我们还没有相信你以前，主啊，你就先爱我们。主啊，在我们还没有出世以前，主你就选召我们。主，你的救赎临到我们，也要从我们的身上临到我们的家庭，临到我们的家族。主啊，这一群孩子，特别从张辅导跟杨辅导，主啊，你兴起他们在这个世代，主要成为这世代的祝福。主耶稣，你知道台湾此时此刻从来没有这么没有盼望过，从来没有这么低沉，像今天的空气，今天的天气一样。但是主啊，你的拯救，你的救恩，你的盼望是像云上的太阳一样，主永远都不改变。主，我们恳求你，主啊，你用你的脸来光照我们，你来祝福我们，特别是祝福少年之家。主啊，求神你的恩永随他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祈求我们都会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在这个感恩的12月里面，主，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赐下爱子为我们死，钉死在十字架上，借着你的宝血，我们的罪得以洗净。主啊，这是你全然的救恩，这是你全然的恩典，是你白白所赏赐给我们的。主啊，我们在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也借由今天在这里的见证，主啊，见证你1年来所行的奇事。主啊，我们真的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愿意将我们自己献上给你。主啊，不仅是我们的金钱，不仅是我们的时间，不仅是我们的才能，不仅是我们的团契，主，我们更是要将我们的全人献给你。主啊，求你接纳，愿意使用我们，主啊，也带领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能够继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为主走得胜的道路。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带领我们下的时间，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感谢主，让我们今年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可以相聚在这里，用感恩的心来感谢我们的主耶稣。今年赐给我们非常的多啊，赐给我们平安跟喜乐。我们最大的喜乐就是因为我们有主。感谢主。那我们先要来欢迎今天的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姚以琳。姚以琳，请问你在哪里？心情好吗？欢迎你，好，感谢主。再下一位，还有一位简一豪，简一豪，我们欢迎你。好，感谢主。好，来，我们要来报告。好，我们要很重要的报告的事情，因为我们时间越来越晚，所以请大家回去看那个划线的地方哈。但是我一定要来讲，下个礼拜我们这边没有聚会我们欢迎参加礼拜天，我们有洗礼跟那个圣礼点。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第2个礼拜，从2014年开始，周6礼拜，我们的礼拜的时间是从几点？6点，哈，所以请大家6点，下个等于11月的11号，对不起，6点在这边聚会。我相信大家今天有很多的感动，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分享，以后我们就是6点来聚会，7点半结束，不是结束就走哦，是7点半把你刚才的现在的感动有机会来分享，到8点半我们结束，所以我们以后的小组时间是7点半到8点半，这样有清楚吗？哈，所以我们要几点来？6点吗？可以再早一点因为我们以后会有爱餐，5点到5点50，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如果我们不是用外面买的，如果大家愿意一起来煮，那么我们就不用另外因为我们自己煮就可以便宜一点，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帮忙报名，怎么样来煮爱餐？我们5点，然后我们可以如果愿意来煮的人，我们就是可能4点就来，那我们会把大家组织起来，我们5点就来吃爱餐，到5点50准备上来聚会，6点准时开始，然后聚会到7点谢谢你，谢谢。到7点半，然后7点半，然后结束，我们就是小组的分享。好，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下个礼拜是分区聚餐，要报名的请跟小组长来报名另外我们在有出游的那个是在1月26、27、28，我们要去一个秘密好地方。好，那报名也请我们看我们的周报17页还有最后常常要报告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感谢神今年给我们丰丰富富，所以我们要进行送礼物。送礼物是回应神给我们的爱，
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的交换礼物，所以一个人是准备2份礼物。如果你到现在说，陈太我没有准备礼物，没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准备2份礼物，所以有1份礼物是要送给没有准备的人，还有多出来那1份礼物，我们要送给有需要的人，他今年到现在还没领到礼物的。所以这个活动不会结束在今天。如果你在家里面，你还有一些东西很好用，你觉得有人比你更需要，我欢迎你拿出来，我们不要买新的，真的。我们真的这个社会，我们需要环保。如果你有很好用的，别人更需要的，请你陆陆续续可以送到迦南教会49号。我已经把消息放出去，我开始已经在收礼物了，开始有人今天下午已经有人送东西来了。我们就把你家里你觉得有人比你更需要，因为我们现在统计起来可能有我们需要200多个礼物而且我们还没有包括那个台东教会的原住民那个布农部落的，光桃园我们就需要200多份的礼物。那我们这些礼物呢，你都可以给它取一个很好名字都是很真的是怎么讲？等一下他们就会讲好，那我现在把我们的主持棒要交给我们的美丽的佳琪主持人。感谢大家。我在开始之前呢，这是另外一个重头戏。我先问一下，我们今天是叫什么夜晚？礼拜6的夜晚。我们今天呢，其实是感恩之夜，所以我们刚才其实有听到大家很多的见证分享。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感谢，在这2013，今天刚好是2013最后一次聚会。那我觉得在这时候，我们能够虽然外面天气很冷，可是我们可以坐在这边，就是很温暖的来大家分享，然后来唱诗歌，然后因着神的爱，我们在这边聚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那感谢，我们也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前面的礼物在这边非常的多，绝对呢，等一下呢可以让大家每个人都拿到一份。那我们现在呢，先讲我们的活动。等一下呢，一排一排的呢，每一排从这边，我们的动线是这样不可以走错等一下就会大乱，一定要照我的动线从这边什么？右边那边上来，这上面的你全部都可以选。你选了一个之后，顺着这条路线回去你的位置上，记住先不要开，全部人都拿完，坐到位置上，我们再一起开，那就会有第2个步骤。我现在讲解到这边，不清楚的请举手，都没有不清楚那等一下不可以走错那预备好了没？我们要开始了。好，请大家预备好。好，请起立，大家起立，起立。好，从这边开始，第2排的走，跟着他走，顺着走，不要断掉挑礼物请不要过
你真被别人不能收。会唱几唱？生命。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我们互道平安，晚安，愿神祝福大家，明年见。